是我鸟鼠较厉害，也是你鸟较厉害。点招，火大给我出来，出来试我嘛嘞！点招，点招。 在苏洪河，去了因出了风波，论你啥人都无错，又叫人言叹奈何。 你真是拢唔听我的话啊！大哥，点招送回来礼物，明明就是一只猫。你想，伊安尼安排，唔是向咱这条件，无什么呢？哎呀，哥弟，有可能这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点招礼物，明明就有只猫，也是你亲目睭看到呀！哎呦呀，小姐呀，莫急啦！ 好佳哉，迄只鸟啊是互你撞无着啦，检查唔准啊，就是叫你撞着吼，互伊受气若电落去，你这只鸟啊屌！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啊，讲到恁这个大哥大哦，全咧遐查你遐多啦。你每一遍都是安尼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又讲我唔对，啊，好啦，我规气我拢莫讲啦。 大家吼看破也莫找啊啦，规气转来去米大鸟厝仔洞，较安全。四哥，你免伫咧笑我，我来去假鸟倒等互你看。哎呦，差咧！我这，你两个赶紧甲伊对倒来。好是。是的，我甲你讲。 对今仔日起，唔准你搁激我的。我是查某囝，有较爱讲话淡薄啊啦。都明明都无爱讲，啊，都唔知影这支死人喙都讲袂听，就足爱讲。这狗话应该拍，应该要拍，拍好，拍好，爱拍。奇怪，歹人送去的礼物。 为什么你拿来会有鸟？破表！乌蝶表。哎呦，大爷，你是安怎？哎呦，你后壁一工咧人位咧。拜托。 赶紧去将迄个标题夹捡来。这个呀，敢这个？哎，紧摕来，拜托。药仔紧甲我顾咧。药啊？赶紧。哎呦，这内面有药啊！哦，这个老血老干呢？我问你，哈？我派你送去遐礼物，为什么你拿来会变成一只猫咧？哈？鸟？迄只鸟是对倒来？一只鸟。讲啊！讲袂出来。原来你就是迄个制造是非的人。大爷，冤枉，我唔敢啦。啊！大爷，你原谅我，你迄只鸟是对倒来？我惊人抬只唔敢讲的，我惊人抬只唔敢讲。你惊人抬你唔敢讲？係啦。咁讲你都唔惊我甲你抬死？大爷，你是一个好人，你袂抬我啦吼，大爷。就是安尼想，你才会帮忙奸恶之徒，制造是非，使证据之人主张斩杀性。我啊，不是啦，大爷，你若无条对倒来，我甲你讲啦，确实是咯，
我是互一个少年人哦，用刀甲阿妈滚，啊讲叫我做迄个拿来，就甲放一只鸟摕去剁手，迄甲逼的啦，对啊。是啥物人？我毋捌伊咧，我咧想哦，伊个少年人哦，大概是你的冤仇人哦。你是华枪。踮脚起来蛤蟆空刀，可算胆量也真粗。命人竟会用暗步，却不落面是为何？风光我也无甲忍受。凡事应该说查明，断事头脑无冷静，往往是非分袂清。踮脚起人写故意，我也不可多猜疑，伊何记鸟袂甲鸟饲？是你想花太巧气。我实在真袂明白，为什么我甲鸟的代志，大家拢总讲我毋对？阮四个大兄也是安尼讲，即摆连你也一个怪我，这是什么道理嘛？本来就是你毋好嘛，无事生非。想袂到你阁会替别人伫咧讲话啊！但我是伫咧劝你，惊你无断了事嘛。你我感情并非一朝一夕，你做第一了解我。即摆大家拢讲我毋对，你应该为我责着啊！你哪会用甲别人共款，拢伫咧指责我呢？你哦，伤过任性，好斗又搁好强，我哪会用啊无劝你？但阮是为你好的啊。像即种好，我白个当无需要。你变心啊？变心的人是你，以前你啥物拢为我，也即摆，你完全拢变了。想要在寒空岛向良家小女回咧。连教，
我的代志，你可莫插的。我问你，绿茶夫在迄个树林中放一只猫仔，是毋是你？是，你是要安怎？也个放暗器伤我也是你对无？天椒，是你的命较润，无中毒来死。华枪，天椒，昔日一剑之仇，华某永远都袂去袂去的。快点，走！阮偏着自尊啊！拢向你独立人事啊，全不敌啊！感觉是半困，又搁半醒，如今为何哪会知有变？棉花险险，比水잔，急时背剑，我的牡丹啊！叫风采的姑娘来牛后看，将你要倒在红山啊！你救命的大恩哦，用情感为君后果是必难堪。风采美丽来将插斩，比拖倒心不甘。将士何必自责？了伊一时，也袂当了伊一世嘛。方才迄个人是江湖上的彩绘淫贼，此人是人间的败类，非渡不可。也袂请教将士你尊姓？在下姓丁，姑娘是我姓丁，小李月英。哦，原来是丁姑娘。对啦，请将士来去寒舍坐一下，也通互阮两位兄长甲你说多谢。另兄是丁条辉、丁条兰。原来是万花村的上轿。二哥，你输啊啦？敢有？也无，你敢无输心？我是输的倒一只？你的剑已经去我转转去啊，敢要无算输？那安尼，你最后也毋是比我最后？安尼讲来，输的人到底是啥物人啊？我毋管嘛，你若毋认输，要无咱再来比讲。你哦，根本就是甲白玉堂差不多，总是好胜毋肯认输。二哥，你，嘿，二哥，阿姊，因为你一个无定的吼，二哥拢欺负我啦。弟妹，啊你毋是咧含公岛藏白玉的啊？是啊，啊毋过
我拄到一场非常惊险的迄个过程。是讲即马讲嘛，已言难尽，因讲我才讲互你听啦。大哥叫你去大厅，有一个远方来的贵宾要甲你见面。贵宾，嗯，这位贵宾是啥物人？是妙店家。奇妙这个奉号，底某正经向皇上请示，但个皇上并唔肯准旨。就是为着二鸟这个名称，才引起白玉堂对电影你。白玉堂对我的误会，我早已经明白。唉，一个人的容忍量是有限度的。电某只惊的，有一天我会无法度通容忍的迄一天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位是来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是南极展昭，这位是下地跳位。丁二爷久仰，殿遐大驾光临寒舍，小弟敬你一杯。请，你为丁爷做一个来干杯。请。大哥，殿兄，恁踮咧遮豆豆啊啉，我来去者，你要就来啊。哦。电影请坐。再饮几杯。请。因为你这套饭家鬼的本领是啥物时阵去学着？阿姊，我讲的是实在话，毋是本家鬼的呢。迄个二鸟轰动江湖上，堪称当代好英雄。传说迄个展昭，艺辉煌，你我却无亲眼看。以我个人的裁断，也必须帮你呐。怀疑，我是怀疑伊的武功，是毋是有亲像传说中遐尔啊好？或者是一定知影毋是白玉堂的对手，所以才故意用临紧无耻对二鸟的武士啊！你知影二鸟的真功夫？我有一个办法，你先将你的宝剑借我一下。如果你借宝剑要创啥？我要试展昭伊一个眼力的。这口剑称作砍路剑，是后野子所做。好眼力，好眼力！果然电影，你用力非常的丰富，实在考虑袂倒啊！丁大爷，过奖了。为弟啊，啊你将这口宝剑故意带来是要来考电影？嘛用安尼讲啦，而且还佫有一个人想要甲你作对。比武啊！什么人？
丁丽啊，你讲的是对一路人物的。迄个人哦，有时阵啊是真厉害哦，厉害甲连阮兄弟啊嘛拢惊伊，无一定咧丁兄，你阿爸嘛会惊伊哦。丁丽啊，你即摆咧讲这话，实在是使人费解啊！啊，要无安尼好，我就叫小弟去甲迄个人约来，通好丁兄你好啊，甲伊教训一下，看迄个时阵，伊才袂以后搁再安尼目中无人啊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，咱阴暗，踮咧湖边见面啦。满花义愤一阵阵，究竟对方是何人？往里相逢你无面，招我比剑为何因？招我比剑为何因？亲像鸟迄一般的灵敏。原来招我比母的是姑娘。无对，小李做英啊，就来向高人讨教。